嗱，伊朗咧當然有個問題啦，佢嘅庫存有幾多咧？冇人知。佢因為佢一路有出口俾俄羅斯嘛，嗱佢有出口無人機，有出口導彈嘅，俄羅斯都係買咗好多伊朗導彈先至可以頂到今日啫嘛，而家斷咗啦，因為伊朗已經自己肥，其實咧對呢個烏克蘭前線好有利嘅，點解咧？因為而家幫烏克蘭擋伊朗導彈啊，係巴林，係卡塔爾，係阿聯酋，係沙特阿拉伯，係呢個叫做阿曼。仲有約旦，係依紮海灣國家同埋波斯，即係中東國家咧，幫烏克蘭擋咗啲子彈啊！呢啲子彈本身要賣俾俄羅斯，我哋打烏克蘭噶嘛，而家冇啦。嗱，所以咧呢個局勢成個咧係一個叫做互動嘅局嚟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佢哋以往賣開俾俄羅斯，而家要自己用啊，咁即係話唔會有貨交俾俄羅斯啦，係咪？喺前面射有幾多咧？佢仲可以射幾多咧？